请问这个发泡锭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来，米香这边是起泡片，来，恁看这个，是唔是？伊个就是一片一片嘛，啊，你甲弹落去了，伊就会起迄个泡，嘿，有一个声音，敢若汽水啉起汽水共款啦。所以我的答案是起泡片。哦，阿雄，我的答案嘛做维他命锭。哦，你也嘛真有道理啊，本早就是维他命啊。这就是维他命嘛。嘿啊，啊，就是安尼一锭一锭弹落就嚓，维他命锭。答案是米秀的起泡片。你要讲啊，这物件就要补充维他命，所以讲叫维他命锭，还是维他命片这类的嘛，无一定讲唔对。啊，毋过拄则谢荣牧师讲的吼，应该是讲大部分的起泡片。这款物件的成分无一定是维他命啦，系啊，当然你讲啊，若是拄啊好成分是的安尼，啊，但是因为伊就是迄个拄则讲藏落有无，爱着，吼，迄个起泡啊，佮有声迄种型，所以主要是处这个起泡这个状况来讲